你看得清到底什么人吗？那么远谁看得清啊？水。阿果，你快掐我一下！这真的是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有看错，除了他孔双双，还能有谁啊？我去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没想到这个女魔头也穿越过来了。看来这周大同啊，说的是真的。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我们还是走吧。你给我振作点儿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你可是准王妃了，不用怕啊！哎，她怎么就变成相国的义女了？这里面一定有阴谋。谁？啊！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双儿，你没事吧？义父，双儿没事，多亏三王爷仗义相救。哦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没事就好。诸位，来喝酒，喝酒。双儿谢三王爷救命之恩。姑娘言重了。双儿虽不胜酒力，这一杯还是要敬王爷的。好。王爷，你讲的是王爷啊，舅父，我那义女，你觉得如何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舅父得此义女，真是好福气啊！王爷既然满意，老夫就将这义女赠与王爷做个妾，如何？啊，舅父说笑了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哦，你这是嫌弃我那义女不够姿色，还是嫌弃老夫我高攀不上啊？当然不是，舅父，您喝多了。我清醒得很。小女嫣然自幼跟你青梅竹马，老夫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儿子，可没想到啊，哎，也罢，嫣然她没有这个福气呀。舅父，嫣然与尹浩乃是天生一对，舅父您就不要再介怀了。你已经有了王妃人选，老夫不勉强你，可老天可怜老夫，又给了老夫一女。老夫这一女出尘脱俗，
虽说是个义女，送给你王爷做个妾，也不会辱没了你吧？老夫就把她托付给你了，也算了了老夫的一个心愿。舅父，您真的喝醉了？我没醉，没醉。双儿，义父，王爷。双儿，我把你托付给王爷，你可有异议？双儿并无异议。双儿既无异议，那老夫就做回主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舅父，这盛情，颜琦实在不能接受。你，王爷可是嫌弃双儿？义父既然已经开口，王爷如果不要我的话，双儿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世上？双儿不如死了算了。不，双儿姑娘，你误会了。三弟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怎么能如此不解风月呢？双儿姑娘花容月貌，又对你有意，你如此拒绝她，岂不是太无情了？那若是这样，就先让双儿姑娘暂居舍下，日后再议吧。王爷，三弟啊，你真是太有艳福了，羡煞哥哥我了啊！王爷，双儿姑娘到了。请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就让李章送你去房间吧。我现在还有事，就不送你了。姑娘，这边请。双儿姑娘，这位是王爷未过门的王妃尹姑娘。双儿见过尹姑娘。咱们这边走吧。李大哥，双儿第一次见尹姑娘，觉得甚是亲切，不如就由尹姑娘带双儿去吧。这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李大哥，没关系的，我来吧。那有劳尹姑娘了。李大哥慢走。不错嘛，尹清柔，这都混成王妃了。你说古代人的眼睛是不是都长背上了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也能混上王妃？难不成是因为这古代没有美女吗？不对呀，我不就在这儿吗？尹清柔，我这都过来了，识相的，你就给我马上消失！孔双双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古代，我不怕你。这儿没有什么剧组，也没有什么大明星，更没有什么小助理。哼，跟我来。哼，进
进来吧。脾气见长了，尹清柔，翅膀硬了。去，给我倒杯水去。切，又不怕烫死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为什么听他的话？孔双双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可没有什么大明星，这儿是古代，大家都一样，还轮不到你使唤我呢。看来你是不打算穿越回去了。回去以后，我还是我的大明星，你还是你的小助理，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。你最好给我小心点儿，识相的就好好伺候我，别惹怒了姑奶奶。你，谢言启，这事我跟你没完。哼！谢言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时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这难道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切！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先把话说前面，你别哪天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呢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！哎，妹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一帮臭男人！哼！王爷，我查到了，这双儿背后果然有玄机。快说。双儿在几个月前就进城了，进城之后就住在二王爷别院中。我听说他经常与二王爷在别院中私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日在仪式上，二哥与舅父一唱一和的，我就知道此事之中必有蹊跷。王爷，既然此女有问题，我去把她赶走，以免晴柔更加误会。不必。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王爷也是贪恋她的美色吗？王爷可别忘了，你已经有我晴柔妹子了。你先莫要着急，我问你，比如这咬人的猛虎，你是将其放归山林呢，还是关在笼子里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与其将他赶走，不如放在身边，以便更好的防范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对了，我赶快去给我晴柔妹子解释，以免她更加误会。慢，晴柔姑娘向来心直口快，若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可是王爷身边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她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哼，无妨啊。我倒想看看尹晴柔这坛醋到底有多酸。王爷，何事啊？双儿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何事？双儿见王爷这几日每日操劳，便吩咐小厨房炖了碗鸡汤，给王爷补补身子。双儿姑娘有心了，本王先谢过，鸡汤先放下吧。王爷，双儿有些话想跟王爷说。但说无妨，本王自然洗耳恭听。坊间有很多关于双儿的传闻，不知道王爷是否知晓？哦，是何传闻？不曾听过。坊间都传闻说，双儿与凌尘王有染。但是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双儿与那凌尘王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哦，你与二哥之间
有何冤仇啊？当日那凌晨王在双儿家乡光灯会时见过双儿，从此便心生歹念，一心要纳双儿为妾。可当时双儿已经许配了人家，是断不能从他的。凌晨王知道以后，便伙同知县，将我那可怜的夫君下了狱。之后，我夫君不甘受辱，冤死在了狱中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他还威胁我一家老小的性命。双儿无可奈何，为了保全一家老小，只能从了他。竟有此事？那你可曾报官？报官？官官相护，谁敢告他？王爷，自从双儿第一次见到王爷，便知道王爷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请王爷为双儿做主。此事非同小可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本王定将还你一个公道。李章，在，扶他下去，好生安歇。是。谢王爷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，言辞恳切，就连我这个粗人听了都义愤填膺。我的天，他都能拿奥斯卡了！奥斯卡？哎呀，就是我们家乡那边一个说瞎话表演状元奖。哦，对了，谢恩琪怎么讲？王爷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一定要将此事过问清楚。李大哥，你一定得信我，这孔双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你一定得处处提防啊。放心吧，那李章先告退。好，李大哥慢走。哎，晴柔，你来啦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孔双双。我听阿广说了。这话说回来了，你俩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那可不，而且现在王府上下的人都夸他有礼貌，说他是大家闺秀。真的假的？他还能有礼貌？他现在啊，到处逢人就讲自己悲惨身世，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甘入虎穴，然后还英勇献身来着。我去，这娘们演古装戏演出毛病来了吧？我看我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王府的，所以大同，等我流落街头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哎呀，晴柔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这乐天斋啊，本来就是你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晴柔，你可不能老是这么被动挨打。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，大家都平起平坐，凭什么只能让他作威作福啊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，那穿越回去怎么办？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大不了不干呗。这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明星一个剧组，咱呐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，等穿越回去还用看他的脸色呀？你说是吧？对呀。那大同，你一定可要多多挣钱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话说这三王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倒没说什么。哎，晴柔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，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，要想得到它，可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，所以啊，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儿烦着呢吗？阿广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双双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。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城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。
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果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齐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少挨呀！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。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切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安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哎呀，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安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，在下告退。
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刀功夫。好啊！王爷，舒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舒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舒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舒儿就告退了。尊上如此急召双儿，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？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，做得不错。舒儿谢尊上夸奖。原本把你安排在谢延辰府里，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你却来了谢延齐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既然你来了，就要更加小心。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，还要挑拨谢延齐和尹晴柔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舒儿明白，舒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。如若不能，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，但希望朝廷能减免部分的税赋。你们看如何处理啊？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考虑，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。儿臣领旨。好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父皇今日只召见我和三弟议政，根本没叫老四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要拿此事考验我俩。上次在万华会我略输一筹，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城。这次的确是个好机会，我们不但要好好的表现一番，还要拖一拖他谢延齐的后腿，接着给他制造点麻烦。舅舅有何良策？哎呀，阿广，你倒是快点啊！咱们乐天斋的招聘启事呢，是要自己去贴的，别等你写完了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嫌我慢，你来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阿广。哎，你说这个地方也没个招聘网站什么的，哎呀，真不方便。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越来越想家了。哎，王爷，冰块脸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？你不是去讨论国家大事了吗？看这个时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？你若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哟，看来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挺心烦的。来说说吧，本小姐就给你匀这么一点点的时间，陪你聊20块钱的，说吧。
西南巡抚上书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被劫。我也问过户部的人，他们说西南当地困苦，今年又逢天灾，所以请求减少纳贡。他们还提出了要求，若是再补充一份贡品的话，希望能够减少今年的赋税。然后呢？父皇让我和二哥回来好好想想，明日早朝商议此事。这确实是个难题啊！民以食为天，如果都吃不饱穿不暖了，还纳个屁税啊！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个税收啊是国家的主要来源。可是如果说减就减的话，那岂不是成了儿戏？但是这既加税又上贡的，这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哎呀，好纠结哦。看来你倒也明白，所以我也在考虑，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啊？这西南贡品到底是什么？得有多值钱啊？能让别人冒着杀头的罪都得去截胡？你不招人讨厌的时候，还是挺有用的。哎，你，嘘，没意思，不跟你玩了。各位父老乡亲、大哥大姐、弟弟妹妹、叔叔阿姨、大姑大婶儿，大家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啊！小妹不才，乐天斋老板之一。这乐天斋呢，就位于长安街的繁华地段，环境优美，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，还请大家莅临指导。欢迎欢迎！来，现在乐天斋啊，需要招聘掌柜1名、账房1名、sales3名和库房管理员1名。同时我们的薪水也比其他同类店铺高3成。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，回去多跟兄弟姐妹们宣传啊！多宣传，有优惠啊！有优惠价啊！谢谢。我说王爷，你都看了半个小时了，到底想好了没有啊？王爷，西南地处边陲，民风彪悍，要是查案，我去就行了，您不必以身犯险。以身犯险是小，怕王爷是在故意躲避某人吧？独孤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快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呢。独孤参见王爷。回来就好。刚才听你的话，你也不赞成本王前去西南。我想先问一句，王爷此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，是不是故意在躲避与二王爷的正面冲突呢？当然没有。独孤跟随王爷这么多年，对王爷还是很了解的。一旦被说中心事，就是这个表情。不管是查案还是躲避，王爷决定前往，我以后定跟随左右。那可不行，你大婚将近，不能擅自离开的。再说了，宁拆10座庙，不毁1桩婚。啊！哎呀，呸！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啊！童言无忌啊！青柔说的对，你与嫣然大婚在即，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。就是啊，你们早一天成亲，那个杜印才会早一天死心嘛。你这个人要以大局为重的，且行且珍惜。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，注定要陪王爷走这一遭了。王爷若有你的陪伴，我大可以放心了。那我也要去。你去做什么？我们此行前去办案，又不是游山玩水。我也是要去办案的呀。你们听说过金田一吗？你们听说过柯南吗？告诉你们，这些我在老家全部都看完了。你们听过吗？真相只有一个。王爷，不如带尹姑娘一起去吧，她鬼主意多，到时候也更热闹一些。好吧。哎，还有我，我可以帮你们易容。哦，对。也罢，算你一个吧。可是，父皇尚未恩准，
能否同去，还未可知啊。记得上次我要吃那个叉烧包，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带上，不然在路上我万一饿了，我又吃不着了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啊，我想想啊，反正把好吃的全部都得打包。父皇，儿臣想前往西南彻查贡品被劫一事，望父皇批准。你想明白了？儿臣一时糊涂，只想让天下的百姓共沐皇恩浩荡，却没有细心想贡品被劫的细节，是儿臣的失职。三弟他心思细腻，这一点儿臣有所不及，但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只要我们兄弟齐心协力，何愁我江山社稷不繁荣昌盛呢？你能这么想就对了，也不枉我对你一片心思。你母后昨日还和我提及你的事情，处处为你辩解，希望你不要让她失望啊。贡品的事情就算了，我刚刚准了你三弟，让他亲自微服查明真相。可是父皇，好了，你下去吧。那儿臣告退了。来，1号，1号，哎，我是1号，快，我是1号，有经验的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呢考的是你们的数字能力和应变能力。那你听好了，第一题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数字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惰呢？问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蚕宝宝为什么会有很多钱呢？不知道。这不知道。这么说。不知道。哎，因为蚕宝宝会节俭。哇！哎，那第3题啊，2个人同时掉进海里，一个人叫小明，那另外一个叫什么？当然叫救命了！哎，你这太笨了，这题第一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数字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惰呢？第1最懒惰，第2最勤劳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1不做2不休嘛。第2个问题，麻雀一直叫个不停，怎么样才能让它不叫呢？这个啊，压它一下，鸦雀无声嘛。我也问一个，哎，这怡红院呐来了3位姑娘，可是老鸨呢只需要1位姑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凉拌。跟您开玩笑呢，我们还没问完问题呢。然后呢，这个老鸨呢就想了一个办法，让这3位姑娘呢从一锭银子面前经过。第1个姑娘呢见到了银子，把它藏了起来；然后第2个姑娘呢见到了银子，捡了起来，交给了老鸨。这第3位姑娘看到银子，立马跑去找老鸨，老鸨啊还把银子分给她一半。你说老鸨会选哪位姑娘进去呢？第2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人品好啊。再想想。那就是第3位，因为他有眼力劲儿啊。废话，当然是找那个脸蛋最美、身材最标致的那个了。这哪来的？好漂亮啊！你都到那种地方工作了，还要德行干嘛？整顿风气呀。哎呦，真不愧是在那里生活战斗过的，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！你不信呐？你不信，随便找几个老鸨问问，看他们是怎么回答你的。他说的呀，是对的。太奇怪了。哪有这样出题的？确实还能按号。嫂，恭喜你成为乐天斋的一员。
让我们为了理想而努力。纳斯达克不是梦。哎，你给我演示一遍我刚刚教你的推销方案。全场20文，只要20文，手绢20文，皮包20文，全部都是20文，只要20文，20文你买不了吃亏，20文你买不了上当，快进店选购吧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相当可以啊！给你32个赞。此行我路过杏花村，刚好带了几坛好酒。首先预祝王爷在朝中一切顺利。今天你我不醉不归。好啊，来，尝尝。干一杯，请。好酒啊！独孤，你知道吗？今日父皇准奏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非常的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这和以往得到一匹宝马或赢了一盘棋局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我也难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像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看来王爷对朝中之事感兴趣了。嗨，哪里？不过，今日朝上，二王爷主动请缨，却输给了王爷。我怕他在别的地方动什么心思，还请王爷一切小心为妙。哎，来，再干一杯。王爷请。其实啊，你们都不了解二哥。二哥这个人，心胸虽算不上开阔，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。小的时候，他对我非常之好啊。可是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面对这种江山社稷之事，原本当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突然送到自己眼前的时候，任凭是谁，都不会不起邪念的。来，干杯！真是想念大哥呀！干！再喝一杯。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当考官的感觉可真爽啊！你别说，后面那几个人还挺聪明的。那可不是，最后那小子太专业了，要不是我知道他的底细，我真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交给你个任务啊。你说。是这样的。就是以后呢，我们再给他们上点培训课，给他们稍微打一丢丢鸡血，哎，但是也别搞得太像传销了。哎，没错，我觉得啊，等咱们开业了之后啊，还需要再发展一些会员和 VIP 客户什么的。哎，对。王爷，陈柔，王爷非要见你一面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哎，什么味儿啊？臭死了！慢点。独孤园，他不能喝，你就别让他喝嘛。我最讨厌酒鬼什么的了。这不是庆祝王爷入朝理事吗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啊，对了，青柔，王爷住在这里，那你今天住哪儿啊？这个，有了，放心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天色已晚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呀，自有安排。叶青柔，你可真行，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来我房间。现在是古代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有什么的呀？以前咱们剧组条件差的时候，7、8个人都一起住过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也不是个男的呀。哎，谢元齐倒是男人，喝那点酒就醉成那样。哎，他那是因为今天高兴多喝了2杯好吗？哎呦，这就互上了。
我哪有啊？但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他明天找我麻烦的话，你可别袖手旁观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哎，快点睡吧，我要困死了。啊，晚安。哎哎，哼哼哼，嗯。大胆！未经本王允许，谁把我的违章换得如此艳俗？来呐！王爷，别找了，你家小姐不在这儿。对了，吩咐后厨给本王煮点醒酒汤来。是。王爷，这你，宁轻柔，王爷昨晚睡你这儿，那你睡哪儿啊？要你管！我昨天晚上睡柴房不行吗？我想学学卧薪尝胆，不行吗？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？当然是假的啦！你不是告诉我把这里当自己家吗？于是我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所以呢，我就睡在了某个下人的房间里。哟，这可了不得了！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，请柔姑娘这么做不太好吧？他不是男的。哎，我，他分明不是什么？不是男的。人家本来就很难过了，你就不要在人家的胸口上再插上一刀了。哎呀，乖乖，王爷，不哭啊！好了，这。哎，你说这年头，男人难做，女人难做，哎，像我这种情况更难做。这孔双双不咬人能死啊！都说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和一母。青柔，我看你以后啊，还是得小心点儿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。我把皇上赐我那些布料任你随便选，还不行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看了好长时间那些料子呢。哎，你说我做一件什么呀？做一件衬衫还是马甲？瞅你那小家子气！哎，给我倒杯水。喝茶。小姐，你回来啦？小姐，喝茶。这是我刚泡的龙井。对了，小姐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寺里上上香。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？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符，顺便什么？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？好啊，我正要说的是，你想得好，想得妙，想得呱呱叫。最近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，强身健骨，陶冶一下情操。你这个想法不错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叫门房准备马车，我们去法门寺。哎，不，我们不去法门寺，我们去清源寺。清源寺？这帮古代妇女是有多无聊啊！一年到头的social活动，除了花卉就是花卉，哦，还有上香，真没意思。哎，好了，走吧。小姐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法门寺呢？城里的夫人小姐都愿意去那里，那里香火鼎盛，寺外也很热闹，什么香囊啊、手帕呀，都比别的地方雅致多了。还有小姐说的那个什么帅哥也多，哪像这里呀，又远又没意思。你懂什么呀？真正修行的人要那么热闹干嘛？你看看这儿，
环境清幽，意境高远，这才是修行的好地方呢。高远？哪里高远了？我听王爷说过一句话，叫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于山”。照这样说来，还不是法门寺的和尚修行的厉害呀？哎呀，你还学会顶嘴了。我其实呢是想探探悬空老和尚的底。听说万花会上的批注和占卜都是他搞的，我看呐，10有8九跟杜隐是一伙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世道上老道尼姑和尚队伍里骗子最多了。哎，走了。你又饿了？对啊，那咱就赶紧走吧，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。哎呀，别着急，他这个菜啊，一板一眼，毫无特色，我都已经吃腻了。你才吃多久就吃腻了？3岁开始到现在，你算一下。你怎么3岁就进来了？哎呀，说来话长。3岁的时候吧，我得了重病，那个时候家里边没有钱给我看病，恰巧这个时候来了一位高僧，说我原本就是什么佛祖座下小童，只要我回到佛祖座下就能平安无事，所以我的父母就把我送给他了。哎呀，这封建迷信啊，真是害死人，真可怜啊他们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厨艺大师李铁刚和营养学家。2位小师傅。施主好。请问你们的师傅今天在寺里吗？我们师傅今天不在寺里，他去忠义府念经去了。哦，不在啊。那我找你们好了。我呢，为了参加美食大赛，专门研制了一种绝门的素食手艺，不知你们可否帮我尝尝呀？是。来尝尝吧。好吃吗？哎，你们别光顾着吃啊！我家小姐问你话呢。你们师傅名气那么大，每天见的贵人那么多，你们作为他徒弟，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呢？而且你们这个领域发展前途那么好，但是竞争也相当的激烈啊。那你们觉得是竞争多一些呢，还是机遇多一些呢？照这俩小和尚说，看来真是悬空搞的鬼啊！回来了。我听说一般女子出去上香，没个1天半日根本回不来，你为何如此快啊？我能是一般女子吗？哦，不是吗？那当然了。那我倒要试试，跟我来。哎，干嘛呀，冰块脸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妨猜猜看，若是猜中，有赏。不是叫追风，就是叫踏雪，要不就是惊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叫追风。这么大众的名字，用脚趾甲盖想都能想到。这匹小红性情温顺，非常适合女孩子骑。小红，我去，你竟然叫她小红，这么 low 的名字。low？ 哦，对了，你会骑马吗？我当然会了。哇，哎，冰块脸，我给你唱歌啊！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哎，什么？你换洗衣服带了吗？带了。那个生活用品带了吗？带了。好吃的呢？带了。卫生巾带了吗？卫生巾？这位小姐，麻烦您稍微把自己当一下女人，也把我当一下男人，好不好？不嘛，我就是挺想念他的。
我又不知道做女生是否应该自由点。儿臣此番西南之行山高路远，这次是特意来向母后告别的。儿臣此行定不负父皇所托，必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望父皇母后不要担心。我听说你舅父前不久送你一位女子，不如这次把这位女子一同带上服侍你吧。晴柔虽聪明伶俐，鬼点子多，但温柔小意、尽心尽力的服侍，却不是她所长。母后，儿臣能照顾好自己。再说，晴柔很好，儿臣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服侍。每次说你，都有一堆的话等着我，你就当是对你舅父有一个交代吧。毕竟也是你舅父对你的一番心意。你把他带上路，愿意放哪儿就放哪儿，还不行吗？母后所言极是，容儿臣再考虑一下吧。现如今啊，你们都大了，都有自己的主意了。刚刚我让太医院给你配了一些防御伤寒和治疗外伤的常用药，你把它带去吧。真相虽重要，但也不及你的安危啊。安全重要。儿臣谢过母后，母后保重。儿臣告退。去吧。别起争点。哎，王爷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皇上、皇后娘娘身体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母后给我准备了一些配好的药，还嘱咐了一些话。你们收拾的如何？差不多了。哎呀，特权阶级就是好啊，什么事儿都有人帮你准备，哪像我们呀，事事都得亲力亲为。晴柔，我今日入宫，母后说什么？说让你在路上好好照顾我，还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帮她带的？母后乃一国之母，哪会缺什么东西？就算是缺，下面也会有无数人帮着想办法。亏你想得出来。我就是好心嘛，不刻薄能死啊！真是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们收拾东西了。明天还要早起呢，我们可不像某人，事事都有人伺候。赶紧走吧你。早些休息。尊上，双儿还是觉得谢延禧此行应该跟随于他，大不了扮成丫鬟婆子之类的。你们都走了，就剩双儿一个人，双儿也成不了什么事啊，您说是吧？你放心，我早已安排好了。今天皇后叫三王爷入宫，就是安排带你一起走的事。随后就有人来通知你了。连皇后身边都有尊上的人吗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你只要记得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双儿知道，自从那一日你在凤凰楼救了我，还帮我当上了花魁，双儿就知道，双儿心中也是有尊上的。你想多了，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双儿不会忘记尊上的恩德，双儿此生都只是尊上的人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都不是外人，别这么送来送去的。殷晴柔，王爷没跟你说吧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西南了。这可是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而且还让我照顾王爷的起居。就你，我就呵呵了。
别人不照顾你都烧高香了，你还照顾别人？我能不能照顾人不重要，关键是这是王爷的意思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启程吧。男人的话，果然跟母猪上树的传言一样不可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周老师给咱们做的纸牌。咱们是斗地主还是双生？斗地主。好。殷姑娘，斗地主为何物？双生又为何物？这斗地主呢，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，就是3个人玩的游戏。其中有一家呢是地主，另外2家合力击垮地主。出牌呢可以出1张，也可以出2张。3张一样的呢可以带1张或者2张。然后那个。4张一样的呢，就是炸弹；2张王牌呢，是最大的牌了，是最大的炸弹。哎，阿果、双儿，你们不用听吗？一会儿别被赢得哭鼻子。这个，晴柔之前教过我。我虽然不怎么会玩哈，但是稍微了解一点儿。我跟晴柔家离得比较近。会玩一点，我们都玩得不好啦。对，我们玩的都不好。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哦呦！为何会如此打扮？成何体统？独孤远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真的是新手吗？你明明比老手还要老手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么多年都白活了，这剧组也白混了，玩斗地主输给了一个古代人。哎，王爷，看你也挺闲的。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吧，可好玩了。当真如此有趣？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意思呢。像王爷这种人，会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游戏吗？王爷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纯粹的人，是一个有思想道德的人。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，忠于民、忠于心的人。你说王爷他会玩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依我看，你是怕输给本王吧？切，激将法，呵呵。行，我就是怕输给你，怎么着，打我呀？我还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呢。你，禽柔。好了好了，算你一个，不过你可不许耍王爷脾气，要愿赌服输的。什么叫算我一个？本王还不稀罕呢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真小气！哎，王爷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跟我们这是什么气呀？赶紧回去跟我们玩吧。也罢，赢了他们，看他们还叫嚣。走，炸弹！不玩了，真没意思。哎呀，舅舅，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好让我早些出来迎接呀。不必了，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舅舅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好想了一下，如果现在动手，是不是太过明显了？王爷不必多虑，我们当然不会在他刚出京城的那个时候动手，我们是等他路程过半的时候再找机会。况且我这次安排的人，声音相貌都更似滇藏人士，以便于被我们嫁祸。舅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。王爷，
切勿优柔寡断。做大事者当断则断，否则必受其乱呐。那就依舅舅所言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王爷，我还要再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王爷要少花心思在女人身上，红颜祸水啊！是，舅舅教训的是，本王知道了。管得够宽的。哎，今天趁着人多，我们来玩杀人游戏吧。好。大胆！你二人怎可如此轻率？杀人乃触犯国法，怎可以游戏称之啊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不是真的杀人，而是那种审案型的游戏啊。那也不可。究竟是何游戏？名称如此凶险，真无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每个人都讲一个鬼故事，趁着这夜色，多刺激啊！好，我先来，这个最在行。让我给你们想一个灵异一点的智力型的问题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就你事儿多，听着。在一个县城里呢，母女3人相依为命。可是有一天呢，母亲突然离世了。在亲戚的帮忙下呢，他们办了丧礼。可是呢，在丧礼上，妹妹见到了一个远房的表哥，并且对这个表哥可谓是一见倾心啊！一见倾心？晴柔，你搞清楚好不啦？这可是恐怖故事，不是你看的那些言情小说。就你事儿多，真是的！听着。可是葬礼还没结束，表哥呢就不见了踪影。表妹就找啊找，总是找不着。她呢日思夜想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人都消瘦了许多呢。突然，你要吓死我呀！突然呢，妹妹有一天拿着一把刀，一刀，把姐姐亲手杀死。请问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哪门子恐怖故事啊？这个故事确实曲折离奇，匪夷所思啊！阿广你先说。我觉得这个妹妹不是个疯子，就是个变态。No， 冰慧莲，你说。依我看，这个妹妹应该是认为表哥喜欢姐姐，所以心生妒忌，才下此毒手。也不对。独孤元，那你觉得呢？阿广和三王爷说的都不对吗？都不对。在独孤看来，这位姑娘一定是一个简单直接而又不用头脑之人。为什么？我想一想，不知道对不对？莫非是那位妹妹一直很想再次见到自己的表哥，而苦无对策？她只知道上次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见到他，所以她误以为再办一次葬礼就可以见到自己的表哥了。我本以为从网上看到的这个测试犯罪的题目，他们这些古代人肯定猜不出来。可是独孤元竟回答得如此清晰，轻轻松松的。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？真猜不透的。那么，晴柔，独孤公子说的对不对呀？是对的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么腹黑的答案你都能想得出来？这算什么破故事？如此阴暗。王爷，你说是吧？罢了，这故事实在过于阴暗。本王乏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在下也告辞了。左3圈，右3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哎呦，尹晴柔，你这么做暴露年龄，知道吗？你干嘛像个鬼一样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？都快吓死人了！昨晚那道题，本王并非答不出，只是本王精神欠佳，无暇思考。你可以多出几道题，本王一定答得出。原来是这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别逞强了。难道你以为本王的聪明才智不如那独孤吗？有些问题呢，不是答上来才叫好。哼，世间岂有此种道理？快出题吧。哟，我们三王爷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我没有。你脸都红了，还说没有？你若是不肯出题，就算了。哎，爹娘，嫣然给您二老奉茶来了。哦，好。尹将军好，尹夫人好。好。尹将军请喝茶。好。尹夫人请喝茶。好。嫣然呐，来，让我好好看看我这准媳妇儿。好，真是个好姑娘，跟我这傻儿子配呀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娘，您说什么呢？这么遮孩儿的面儿啊！我呀，一看到嫣然，打心里喜欢着呢。谢谢尹夫人。这个晴柔啊，跟着三王爷去了西南，都这么久了，我这个做义母的心里头啊，牵挂呀。浩儿，哎，最近有他们的消息吗？娘，近日孩儿没收到王爷和晴柔的消息，但是有独孤元和李章在，您就放心吧。是啊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这一战呐，过几天会有消息的，啊！我这心里面呢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娘，您就不要过多担忧了。您要是觉得烦呐，就让嫣然陪您出去走走。是啊，尹夫人，要不嫣然陪您出去走走吧？最近天气不错，正是出游的好时机呢。好。我们走吧。